成個樣係唔同晒，成個輪廓出晒嚟，好似整完容一樣，冇誇張。如果問我人生做過最啱嘅決定係啲乜嘢，咁一定係箍牙。箍完牙之後呢，我係成個樣係唔同晒，成個輪廓出晒嚟，好似整完容一樣，冇誇張。俾大家望下啲相，好包之餘仲冇線條，尤其係呢成日經常上鏡工作啦，咁所以有一排靚嘅牙齒係好緊要。曾經嘅我呢，都因為牙齒而困擾過啦，所以我9年前呢，其實有得起心肝去做過箍牙呢個療程。填我箍嗰一款呢係一啲傳統嘅牙箍啦，但係因為依家呢，我就會有興趣偏向靚啲為主嘅箍啦，咁所以其實我都揾到好多資料啊，我就揾咗聲人。老實講，因為咁長時間啦，其實我都有偷懶嘅，咁我就冇帶到個固定器，所以導致到我啲牙齒呢係會有移位嘅狀況發生。早之前我已經上網做咗一個免費嘅評估，好快有人回覆我，之後約見醫生，而去到上個月呢，我就決定真係要箍牙啦，所以我就即刻約醫生，而且佢哋嘅價錢係非常之合理啦，現場支付只需要1500蚊呢個費用，可以話係做到快靚正。費用已經包括咗 3D scan 同埋 X-ray。醫生話我情況唔太嚴重，所以佢就推薦我做呢個聲音 Clean Night，專針對微矯正同埋第2次箍牙人士而設。療程最快呢，只需要4個月10個牙套，咁就已經係完成噶啦。成個療程費用只需要13800。其實我想講呢個價錢比我想當年係平咗勁多倍，超多倍，係非常之親民，又做到我哋想要嘅效果。建議大家有興趣呢，就先上網做呢個免費嘅評估，只需要5分鐘呢就完成噶啦。提埋大家，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用我嘅專屬鏈接，咁就會有一個優惠送翻俾大家。